那些龙潭带 sale 哎，从小在龙潭长大，其实龙潭有很多很好东西，可是可能外地人不知道，甚至连本地人都不知道。我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品牌、这个平台，让龙潭的好茶就是重新推广出去，能让大家知道，发扬光大。双儿系当好嘅同事吼，好嘅同事我留大家分享。透過啲按開放採果吼，所以認識當多嘅朋友。我有人年下吼，就開始嘅時節吼，開始行啲情侶哦，而家來到嘅時節，假設我已經讀到國小、幼稚園咧，阿妹就是來嘅時節，爸爸媽媽突然來嘅時節，佢行啲國小，吼啊唔過佢哋變大學生咧，咪有的已經結婚、供細路咧，所以我最希望也是說我得到最好的收穫。春意水讲人言，江浙调重现。春分过去，江凉多，后梅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五下线，梦中泪风素年。西瓜清甜，风里望。太初文言苦渐渐，日久处处甜归烟，年年应团圆。日冬小雪十八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龙潭夜道味除了上门上唔同有名以外，其實對夜道味還抗有當多寶哦。今日就睇啲民族跳下來啲情況啦，佢用龍潭菜地嘅好茶泡出來嘅茶飲料，還講你看到香濃地道嘅蘇州料理，還有上海料理嘅酸甜美食哦。嚟哩！桃園龍潭天名係安樣來嘅。老龍潭太子關慶東村，堂口有人啲夜道夜看到有黃龍出現，故做有龍潭也名嘅，就一直用到今。龍潭太子嘅潭水涼清，順登繁湖路，天天嚟行，兩片長悠悠嘅樹尾，本人吃到心肝瓦開。啲咧有老歷史嘅客莊地圖，含較深深嘅豐富嘅色彩，老人物故事，等等大家去探索哦。今日龍潭嘅道味嘅，前兩年即係龍潭市場嘅，唔過呢，香港啊都有附近呢，有一間飲料店，佢就都冇共用，呢度有一個後生人啊，佢用龍潭最有名嘅好茶來推廣茶嘅文化嘅，同埋嚟啲可能也有冇共用嘅哦。Hello， 子恒，你好，早安，早安。早。香港啊，人家道味嘅泡出嘅茶，係用龍潭菜地嘅茶來做嘅茶飲料哦。錯。咁等下就搶做一個鐵條，順沙教下用來做好冇？做得啊，反陽。曾志福係菜地嘅龍潭行人，因為屋下經營開藥店，後生搖搖嘅，就有多年從業嘅經驗。佢用龍潭種出來嘅茶米做原料。強調後生人做得接受嘅方式，本大家高一拜天意台灣好茶。明珠，你看，對，這裡還買了18號鳳茶。哦，龍潭嘅道味。龍潭在地。哦，我可以打開看嗎？做得啊。係先，老幾做到茶包嘅用嘅啊，你是不是？哦。真嘅係用茶米泡的哦。做一杯我們店裡面18號鳳茶作為18號盆栽，你試試看。18號盆栽。是。像發盆用誒。係，做出來。不用奶啊你啊。係，嚟做出來你就底誒。做得深啊！啲茶已經摘下來，好像老幾種到轉移嘅意思哦。感覺。茶園裝在杯子裡面，把茶樹再放回杯子裡面。老茶樹種到畢業地度。係。好特別！哎呀，係乜嘅？
奶牛泡茶，你一般用茶包泡茶，我们会就是在马克杯里面用手摆动让它出味道。我们用旋转的原理让它快速出味道。对。我闻到香气了，懂点味小蜜耶。这包凤茶特别的就是有天然的肉桂跟薄荷香。好神奇哦！因为一般手摇饮店很多人都害怕是都有加茶精啊味道下去的，你这完全是原味了。好，奶牛为了推广龙潭的菜地茶，全部都用原叶茶叶去做的茶。按用调，我来记几位时间？80秒。哇，一般手摇饮店的茶饮啊，都会先煮好贵太痛哎，你这个是每一杯都为它特调而做啊。按用太后宫还熟死哎。它现泡茶它起，吃起来面头抹香香。紫河先用菜地生产嘅18號紅茶，由東方美人茶做主要產品。攞佢嘅創意打錯做得帶點酒嘅飲料，雖然茶我現場來泡，還會有得位時間來等，不過每朝係要一條時間，爭做得衝出茶味配幽默嘅香味哦。兩下呢，年頭前嘅兩杯就會用龍潭菜地嘅好茶。泡出来两个黑有边发，这个算是原味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你们平常要招待客人用功夫茶。功夫茶 ，OK。刚才要黑咩先来啉啲，比黑嘛，刚刚冇甜甜做。碰红茶。哦，碰红茶就是那些东方美人茶，对不对？哦。生下落去呀，夾嘅玉米地度，我只有講夾嘅米土凍盤，溜溜嘅帶有一些咧故鄉啲最美嘅時節。它就是它的喉韻啊，我們講後面的喉韻韻味會不一樣。那像碰風茶，它特別，它給那個小綠葉蟬去咬過之後，它會有自然的那個蜜香跟手果香。对，这都天然的，不是我们另外加的那个調和。真嘅，而且在龍潭呀島邊，這個東方美人茶算是客家的驕傲。是。所以我現在喝的這一杯是原味的，可是剛才這個是用台18號，對不對？我們講紅玉紅茶。紅玉紅茶，紅茶的部分算是比較重烘焙的。重發酵，它發酵度比較高。重發酵這樣。今日嘅老茶書中都轉移，我這樣要怎麼喝呢？我們建議客人就先喝上面。然後再喝底下，然後最後再攪一攪。先喝上面，剛才我們每次都全部都會加個奶蓋的部分。我們的奶蓋叫飄雪系列，飄雪它久了會一直降下來，像下雪一樣。哇哦！哇哦！一食落去，一嘴裡都有3種口感，3種味道誒。而且啊，剛才 Oreo 餅乾老樣。你的奶蓋應該有揉一些養發的，對不對？有一些調勾。故事吃落去，你不要以為它這奶油是膩膩甜甜的，也很甜很甜的。那我現在再來試試看，再往下層喝喝看嘍。好。我看下杯個香，茶的味道又煙來煙了誒。紅茶的部分因為有重發酵過後，這種溜溜的肉桂的這種香味，我還用稱等上來。其實喝茶給真挺按用一層一層的品，對不對？唔講挑戰，又會解決問題嘅紙盒，打開嘅茶文化結合時下流行嘅想象，本色茶無限制地是冠軍茶嘅想法。其實普普通通嘅茶槍未做得發揮創意，做出奇奇合乎現代人嘅茶水，打破一般人對色茶嘅印象。真嘅老偏發傳統，看到創新，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，對眼黑杯了，很明顯看出你以前是做很有點的了。哦，那第三胎。你做嘛做藥的做我去做茶。因緣機會跟我朋友，他是做茶廠，那我們到上海，他去賣茶葉，賣茶葉之後，我們泡茶給那邊有一個台商的幹部喝，他說，我不知道我們龍潭有茶葉，對，然後我們想說這不對啊。對，我們自己龍潭的茶葉。對，然後竟然他龍潭人不知道，然後我們就想，那我們是不是用改變方式，用年輕人可以接受的真的那個方式去推廣茶葉？可是做完用家有多麼困難嗎？有哦，
留一口气是没有名气啊，没有名气，大家都比较不敢尝试你的东西。对，然后你一直强调说你用很好的茶，可是其实客人不一定会相信你。对，所以就是要慢慢靠时间去撑啦。慢慢的应该也还赢大亏，本太家接输哎。现在就是客人都很支持我啦。比如说他的朋友可能外地来的，他们会把他带到我店里面来说，这是我们龙潭才有的品牌，这是我们龙潭的茶叶。对土地的归属、老情感，係自和愛過前期了前嘅期間，係堅持下來嘅原因。佢則希望做得為自家嘅家鄉做到某件事情，了下自和想要堅持好嘅品質，做得本行較多年，飲來點一杯無同嘅茶。本嚟蘇烘嘅茶飲料，唔單止係啲熱天自和天天，還較傳下去龍潭菜地嘅甘醇茶香。早點天天愛沉入上行路嘅啲條片，時間從喺啲8年前就停下來咧，街坊定期永順不過。其他之以後看到一個上行嘅路嘅啊，按用短短嘅，可是頭前又有一個廟都啲啊，一條擺可能一到邊動鬧嘢吼。哦，係啊，你講之前係一隻港口。咁也係講好哦。係啊。可是也完全看唔到誒。你看你講之前吼，青鬧嘢咯，你想我點冇？好啊。哦，之前你講上門水庫忙起嘅時間，你講嘅有船有水運，有船嘅落來你講，都是三行嘅靠岸。好，你講有一隻交易嘅集散中心。講啲啊，到邊嘅嘛？係三行嘅，按照你講也落嘅吼。係。古時候一條條擺就會輕繁用嘅，像人家講總正路啊、西門町啊樣嘅意思咧。講係有青鬧嘢啦。龍潭三行嘅係啲太空海嘅河牌天，現正由太空海爬上嘅呢片，變做太海老虎圈莊頭之間嘅水路專運港口。幾樣時講見東河，古時三行路嘅就有龍潭天一街嘅好名聲哦。現在是從一到邊嘅東漢地有路嘅係安樣，唔會聽商業化係。保留年代嘅用嘅地方。這邊我哋啲全部嘅在地人都兩代，冇票本人。古時候你講三代同堂，20頭咧，後生人去上班，細人咧去讀書，全部老人家都嚟講。古時候平常時間冇做生意，拜6禮拜做生意。唔過一般啊，人家老嘅想講，我想到較多年來嘅話，就會開到動腦嘢拉上人來，也到邊嘅人冇想講我安樣做。如想，可是要保留家嘅生法，還個拜6禮拜愛鬧嘢，拜6禮拜樣做生意。古時候然後嘅老嘅有8個年嘅歷史，存到2件係牙鑊，地尾都會流水嘅。古時候冇愛拆退去嘅。真嘅呢？東大宋。太大宋了，你一定要把它保留起來的。盡量啦。那像這到邊嘅人啊，對一條路嘅有乜嘅想夢想法冇咧？有，我認為咧，老人家嘅想法就想到都兩代，帶到看到人嘅子女長大成人有成就，你細人咧，他嘅教育要好，都兩個三代同堂，和樂融融嘅人咧。唔係講改變所在去別地方三代同堂。重點是他們行個成法都啲到邊，對唔對？然後嘅好空氣，然後嘅水質好，韓國然後嘅人情，就老老輩買唔到嘅啦，有錢買唔到嘅。蔡天然對呢啲土地有同深嘅情感，也都希望用教育改變下呢代，保護富裕蔡地嘅環境。本三代同堂嘅情誼，唔會過係做唔到嘅夢想。離開嘅古樸嘅三行嘅，生下來你要窮下來啲龍潭嘅太平村，談講啲倆西裝頭嘅紅嘅地圖，肯定本人親密嘅好明星，窮下來啲可能。記住，我養魚㗎。
当然了，讲哎呀，那个乡下地方的。我跟你讲，刚刚你家看到哦，哎呀，行迄做那部诶，错。萝卜迄哎啦，么，萝卜，哎啦，就是之前冇讲嘅是你평年代，后來你就後生就講緊嘅來做一個無窮樣嘅傳統，對，青島人係唔啲講嘅，烘都係要見用料理。而且人家用做那部啊，就會認到客家人有可能吼，嘿。民族。呀，我們介紹了一些阿細嘅來。哦，真嘅，睇到你吼，有清腔誒，啊，唔是講出地氣人來嘅呢。嗰時候今日就麻煩，太高了，趕快做料理了。冇問題。哦，從阿公退休過後，轉到龍潭蘿蔔，因為知道是有好公建嘅太平村，漸漸咪冇安好呢。老祖宗朴實嘅世界來嘅橋下開傳統，仲睇過改編嘅三五料理泰族式嘅方式，改用現有嘅食材無菜單料理，堅持手工嘅本土，做出好名聲，做出本人有全新感覺嘅風味料理。好，師傅今日提出來準備嘅一個麵線樓下工，編碼料理，而且這個食材好簡單哦，是兩樣聽聽啊。嘿，你啊介紹了多菜很多黃金麵線蝦，你啊鐵鋪吼，先撈了條粉架吼，了條粉就揾到下工嘅嘛，下工燒過撈佢了粉嘅撈佢裝好啦，泡泡嘅一層對不對？泡嘅一層，都安尼再轉一圈，好，差不多都安尼，好過來，你拿沙拉吼，調味嘛，一條，你咪了就調味鹽去了，冇幾多生嘅，搓。你啊都下工一定就冇軟體咯，啱嘅。我搶時間的呀。冇其他軟體，你恰，啲調成叫二分好啦。我已經感受到佢創意了，因為啊，我忙着做過安樣的料理，一般呢我就做加那酥炸本，真嘅係酥做料理嘅，冇腔嘅酥做出來就冇腔樣，怎麼辦？唔是咁慢慢嚟啦。那我先整形。冇，人家一整形，咁面線要團香，有天數做嘅，你講到黃金面線蝦。我聽到乜計啦？老丁一嘅上菜花生嘛。因為嘅下工做嘅還唔會按數啊。哦，好快哦。那我先整形。冇，人家一整形，咁面線要團香，你做好嘅，你做冇，你做咁多作蛋糕嘅，冇一種嘅。好。你就做得啦。這樣就 OK 了。但弄啲鋪，剃多出來就差不多就準備50%啦。哦，等下就會去鋪誒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其實這個真係係賣創意誒。冇啦，你做之前學到嘅菜，你就揀拿來燒烤個改掉。個變化一下。對料理充滿熱情嘅總太哥，研發菜式嘅過程對佢來講，真嘅係頭腦會上筆嘅。加點石油嘅經驗，佢創造出全新嘅料理風貌。雖然我成功冇人改，唔過做好精緻豆上做嘅樣嘅，仲係本佢吃到當高年。做好嘅前菜，沙丁就會來搶下學基本人嘅做菜了。等下你要進入到主食的部分了，對不對？要出春有乜樣嘅我咧？有很多甘味人參啊！你有用到嘅阿公嘅醃製嘅蘿蔔乾嘅嘛？你要想到辦法，盡量講用辦留啲條東西，做到菜地不會對本人學識到，看到佢嗰種很無窮樣嘅感覺啦。對，而且啊，這個滷味好貴香誒，吼。有副卡米湯，就多什麼阿公啊？什麼阿公？要大潤發對不對？我做過，但係食材有當貴嘅吼。還好啦。啲百合很貴呀，吼。嗰兩個唔係先用那個部分。你用嘅豬肉嘅腿部有啲用很多老鼠肉。啊，清軟呢，對不對？清醬誒。咩唔是，就稍微的醃製一下。要略個滷一下。
要比先偏香，对不对？偏香。所以这种炒这一定要大火快炒，你啊偏香啊，佮上色差不多的，你开始主要加你个酱料的哈。也可以特调 sauce， 对不对？蛇峰酱啊。蛇峰酱。大家你安尼酱料都无香啦。酸酸甜甜的安尼。差不多。大家米汤无香用。了主你一家的配方啊。压素要按流量，你可能这个真功夫，我在猜你做菜的料理时间可能超过20年哦。啊，莫恁讲哈，刚才咱去出去做事，功夫无完好，我比你少。反正你就都要做事就好。你啊过条芡哈。哦，对对。溜溜的，大家稍微的去拌炒一下，做，因为肉类的东西你无做这样久。你要把它们看嫩的。那个这种按后速调，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上。好，你啊切面啊，好的差不多，你来主角。萝卜干。加落去小火锅拌炒一下。哦，好香哦！你也当叉山的哈。看太高流量嘅用嘅，我哋船头是做得看天天，一眼目之间掠出冠美人生，就按用小碌碌嘅豆松做的。除了嘅下準備嘅前菜，仲太高是係抖出來鬼內啲嘅米線，對沙拉到湯都當精彩，每道功力日日來復記了。哇，當香誒！古時候也全部丟起來就會拿個一個 set， 就是整個套餐啊。例如大家嘅整組套餐頭，裡面還有一瓶飲料。還有一杯飲料哦，都要生一船，怕幾年就唔是真的。兩個前菜就看起來都有分量誒，很有分量哦。有天數做嘅，你用到黃金面線蝦。無天都冇解啦，今日順風兩係冇解。連個你一家當年差唔多嗰個豆腐乾。豆腐乾啊，黃黃嘅呀個。那個木瓜，一般人傳統做嘅木瓜嘅切片，你就拿落個嘅切絲啊那樣，甚至看人家做嘅面線蝦。那個雙倍羅的海苔，那個醬係冇解。給很多你調嗰個黃芥末。哦，老丁也給上菜花生嗎？因為個下工早個還冇按入啊。哦，好脆哦。有冇？加有熬到個面線的啊。但像糖啊上面就提供烤棍，好酥脆哦。還有一種口感嗎？除了酥酥脆脆以外，這就是一種東爆滿的一個下工肉。佢本身它冇乜個米頭，你說用到個醬料去點綴它，安尼這樣吃出來，你這樣會個沙拉它會有那個口感會比較滑嫩。真可以呢，而且一般大家看那種破下工啊，是吃那種日本的炸天婦羅這種炸法，可這種炸法呢，吃起來就會講佢啊，含較酥脆，糖起來就像都是餅的用的安尼。阿公好食兩個冇？很沒好食。我看下先。那兩盤太盤你看下嗎？好，冇問題。試看啦哈。我要先吃一口油牛，各位有兩個大潤發。百合。好。阿爸做的那個菜脯，那個米湯，鹹鹹的米湯已經做到肉底都去嘅，那它肉入面要先泡過。對都會炸過一下，當拌嫩。無口用的像肉較軟，那個大潤發又較脆，到等菜脯乾又含較脆，故所以全部加口下，無口用口感的層次哦。要啲，你係客家莊，像迄個拿青島東西來做客家菜的東，咁個上次真係一道菜要出來，你又要呈現套餐的方式出來法，佢用青島糯米米燒。個上次沒有下，我上次個肚肚有一隻靈感，所以有一年都想到冇做，阿公有做個蘿蔔乾，會想看下做融入到個菜裡面。總體講講，點度嘅料理有9成都係幾日親身做嘅，每一味安尼將做得有齊嘅好味絲，雖然做好嘅看起來卻唔係幾複雜嘅。不過其實突出都會試睇當中嘅時間，像是一年嘅餐點數量當多，也嘅辛苦是由全部包盤嘅總廚師自家清楚咧。
规片彩色起来，真人感受到嗰种用手做的嗰种温度还有心意诶，而且看到呀种烘弄地度，也唔免行家亲味到诶。让三门水库做好之后，慢慢的研究，因为那边冇乜嘅发展，慢慢的研究后生诶，都出现了要做事。因想讲，多一家不卡了有只路不，因一家来做看啊，因为世界太多厉害嘅地方，想注入一股生的活力，安尼下去，看做带动地方的发展哦。冇一路无安改吼，冇安行啊。怪辛苦哦。哈。我哋要安慰爸爸老唔停定呢，而且看日不用咩都老不人老天数天头天米吼。哎，什么是什么？啊，你知道你经常感情系乜你啊，心上感觉不甘也。真的挺什么大家？唔像按带定按盘的情感都会做，我相信适度的年纪听做感受到人用心。有啊，所以你挺感动，因为你他们请下来你也从来了。你就希望你自家尽量做你要做的事情。你他适度，你用心的了解，上次千多年他没想下，从来都来。将来家咩地，你一间传堂都放喺地位度，真的。我做起来真的冇乜嘅好做。好得有爸爸吼，爸爸用看定来嘅头摆到传堂地度做20年，生人家条路啊，你下自家又做得都不开，自家靠下经营嚟点，而自家咩应该做当安慰哦。老人做就冇安个咩，老人做嘅时候属于管制，自家做嘅时候就讲尽量发挥，自家属于自家属干嘅。唔免讲讲饮食讲嘅，自家就讲希望大家适度讲，佢传奇嘅时候，大家就感觉嘅，到底吃什么？而且啊，爸爸想大也行嘛，迄多肉就会去按下来。付出无听错，做得到全部嘅回馈，辛苦经营嘅过程，难免会有当多嘅心酸和委屈。唔过这点对佢两子爷来讲，太平村係有當到特色嘅好地方，佢哋希望留老母嘅保留下來，透過料理留設計嘅大餅，分享好美食留菜地當站嘅味業，帶動菜地嘅風氣，為後生人願意進來，佔盡食油嘅好光景。香港最近係吳尊生上海子嘅山龜哦，兩個是當然冇聽表態。叫下來啲錢無少無利嘅阿祖子，還有嘅粟米蛋嘅酸甜哦。Hello， 大家安坐。阿民主安坐，係歡迎來。我想講，香港有特別嘅中東道嘅餸嘅啊。係。哇，我想講做得來啷？第一個嘢嘅餸係用嚟種韓國來學做嘅料理嘛。好，冇問題。當民主太子關係行業。老老公轉向過後，唔拄好發現嘅雙葉子對人體當到好處，加到冇種農嘅經驗，就老母下到千人片嘅茶葉，各種嘅400人頭嘅雙葉樹，對外行業批講中，開始一點一滴，稀稀自家習慣度嘅天然食法。民主，你係想哪個上勝園？哇！一特別佢嘅餸因為大到按在。係啊，你喺迄個菜蔬市。係，而且用啊豐富嘅，因為看到有一種顏苗啲刺泡嘅。啊，唔過佢啲係毛熟啊。一係毛熟哦。係。可看起來已經按豐嘅呢。佢要5色人係成熟啊。見未來啊，幾條全部冇乜嘅5色嚟到啲啊。哦，冇啦，日本嗌都要開放採果嘛，啊，你兩日喺假日來摘間人下度，所以5啊比摘起嚟。啊，你冇留意到。你我帶出去啲地擺度看看啊，民主嗬，我來尋看啊，嗬，看有個熟嘅冇嗬。哇，要特別嘅種嘅餸嘅樹洞都應該，為什麼這邊的有大果子，也嘅冇咧？哦，該係品種冇空種，該係專門摘入來，個市場人愛熟產咯，係產寶寶是的，係。上來就冇空用，該特別嘅是入嘅係按樣當上。
这边上的黑暗用添下。哦，就睇，诶，民主就看到的你啊，系你啊，唔係講懂熟啊，唔過你啊，係做得，好。嗰做也嘅限咗唔得食啦。係限咗唔就上色。哎呀，到邊嘅限咗冇咧？诶，個錢，嗰片就限咗。啊，我看到了，哦，这个很黑耶，大概做的是嘞吧？係你做的是的。做的是嘞哦，你看，哎，有没有很像那种迷你版的葡萄串？有没有？诶，錯係。好，懂讲哎哈。哎呦，一盒炸一盒炸，你看。懂爆滿哦，懂全部剝出來用誒，水分懂都用。水分懂。也做得成嘛？做的。做嘅，你睇好色啦下嘛哈。誒錯。嗯。哦，你會有哈無空讓愛品種愛上身。真的。係。這有冇像籃球嘅弄某種啊？係，佢喺長果山。關係到真係當中弄某種誒。我買水的，哪裡有甜？落水都高哈，所以佢係計甜分下冇，不下酸。佢咩講意哦？係錯，因為佢吸滿水分。都嘛經常調燒，你是不是故意跟導演聯合起來陷害我的？這一顆有比較好嗎？因為佢係蠻當成熟啦。咁日日係都帶係酸的呀甜的，比頭就係甜啲喎。佢甜啲喎。哦，真嘅，他甜啲會甜甜。延期度種嘅松嘅樹，老三嘅設計木腔用，本人教人做水流松。你要種經過改良3-5個嘅矮樹嘅樹基本來就較軟，松嘅籽打出來過後，從到本樹基自然來下來，摘起來當底片。原來唔但將無村嘅會來頭，松嘅樹會當鉗毛。哎，民主，你看這邊有不同無空裝嘅品種。哎，真嘅呢！哦，你細細啲。那松嘅你會按丟了嘅，它還沒長大嗎？唔係，你係嗰種按你最原始、最原始嘅野生喺小野桑。小野桑哦。對對。野桑嘅松。野桑嘅錯係。丟了嘅，太迷你了吧？剛來吃這塊哦。好，做得好。做得好，來吃。好吃嗎？很酸，對不對？很甜嘛。我怕太酸，所以我先試驗它。你剛剛不是有吃嗎？我吃。嗯。哎呦，真嘅米家嘅甜凍到誒。甜哈，你就細個喺發現它甜。哦。啊，民主，你看你會有哈無空裝嘅品種愛上身。這個。係。這有冇像籃球嘅弄某種啊？係，佢喺長果山，其實本冇空用。真的是。很甜，真的是傷了，這你黑熟哎，黑熟啊，好可怕哦，我不敢吃哎。冇佢當甜哦，真嘅嗎？真嘅當甜。這兩個做的是啊？做的。我摘下來哦。好，裡面很油。關係到真嘅當中弄某種哎，做的是哈？做的，當甜啦。嗯。哎。真嘅懂甜誒，怎麼會這樣子？對，佢冇空裝嘅品種。不過佢不適合做加工。為什麼？叫上色，因為佢沒有那個果酸，好好吃，也沒有那個香味。松嘅籽前期係長長嘅，啲熟嘅高長度會先變做紅色，再轉變做沉調彩色，呢時間就做得雜咧。日頭一辣轉成一鏡，普通一日就會熟透。另外，個人體內含嘅無色塑膠部位就按到插槽一支尺，數十次加落下來嘅熟果子，然後佢變做對皮哦。太子丫頭做乜嘅？我就挖桑樹嘅根部。見哦。係。哇，而見咩做得用啊？係嘅，見係啊，你種當好啊種咗。真見哦。哇，我已經看到誒，呀，幽幽
紧是不是？嘿，里面有它粗啊，这个好像比较也可以热起来，佢就会含做的上毛嘞，嘿，含最上嘿，含做的基础上哦。错，啊，要有一条卡嘿你啊，卡粗一你些。还粗啊嘿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！哎，要滴到有嫩呢，嘿拍的。其他啲嘅皮裝體好強哦。係皮裝體，吼，拿嚟家仲係底部就加拍晒啲皮吼，所以你中藥係生白皮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萝卜压成皮白体就会变白色的，是不是？係，哦，古早也很有出来，底下也嘅筋嘅部分，你做得拿来料理啊？係，我那燉雞當好食咯，係。一般台中所食到嘅大部分都係雙葉子，馬上想會到雙葉樹對筋到籽都係當好嘅藥用材料。雙葉子2000多年前就係皇帝將做的食到嘅食品，佢嘅葉被喺中國古書行本人按做神仙葉，本草綱目地度寫嘅當道嘅好處，下尾就會拿葉條煲嚟做料理了。好，太极呀哈，你準備很多東西，第一次唱嘅搞做嘛嘅？做桑葚麵，桑葚麵，桑葚麵，係，所以麵你要留下嘅叫下煮係冇？唔咩？啊，我已經到地揉啲麵吼，大概啲桑葚吼，拿嚟裝到就做到啲麵裡邊度，哦，哇哦，鬼一邊挑出來食的，而且上面有一點點一粒粒是它顆粒。係，哇哦，真嘅呢，食有動醬。古說也爽嘅，也係爽嘅入嘅係嘛？係爽嘅咋咩？哦，做起來應該很繽紛。係當好食咯。好，係，係咁用樣板應該仲係調理嘅壽司。壽司係嘛？哎呀嘛嘅。你係誒桑葚做嘅蒜絲。哦，真嘅可以選吃，我被它嗆到了。剛才就先多一些好了。多啲咧。要多少咧？適量啦。安樣呢？好，個較多啲。多較多啲誒。係，個啲啲嘅調油。調油啊，好，一些些就好，對不對？錯，個香油或者橄欖油做。好，呀，因為都會係買個香油，好，會有一些香味出來，對不對？哎，重點來了，重點就係兩個，大家就有看到誒，你還用上嚟做嘅果醬，是不是？係，煮過嘅。係煮過嘅醬。要有調味嘛？有，調味。哦，係。嗱，中春食到甜嘅爽嘅，嗱種人嘢地圖我搬熱咧，係中春食到有甜味嘅，係，咁佢也係調嘅噃。係調啊，佢哋加糖呢種啊，係，加幾多誒？適量，適量係適哪個量，對不對？係適你的量，錯。冇想到呀，等下爽嘅做很多變化嘅嗬。兩葉雙葉子嘅雙葉子麵，吊菜風色上人嘅樣嘅，看嚟就當上色。還個老雙葉子豐富嘅滋養價值，所喺啲太面地度，老太面通熟，沙得流起來，表入到冰水地度，就做得有油滑油軟嘅口感。前面個加入滷好煎過糖嘅雙葉子，淋到嘅鐵質嘅醬料，就做得出足了。也個雙葉子啊，四川過後年了，也個皮有一些黃好誒。真勁當香，那煲湯拍做的湯頭會當好食嗬。哦，按照煎下落去，給它底度有白色的黏走出來，有冇看到那個滷汁？白色的，好走出來。按照煎蔥嘛，差不多2公分長按照，對不對？誒，是不是這樣會較夾熟？夾面都較夾出來。也都市面上買很有脆拍，我買的貴哦，嗬。佢那部分真有營養咩？底下也煲出來湯頭，唔知係咪湯用白？像原來神秘味咯。真的哈，可是啊，我等到煮到嘅養分又出來，應該時間較久，幾下點鐘對不對？像用上嘅老西走嘅那種養分較多。繼續個上啊好。哦，乾米湯面較香。新鮮的總是比較好，對不對？小心咯。好，然後就變落去了。好。按樣我煲幾久的咧？一煲2-3點鐘哦。按久，剛才就是衰退了呀。這個我老三寶寶 Q 按樣白白嫩嫩的嗎？不，練了。桑葉可以美白。真的嗎？那我今天就吃桑葉就好啦。那吃下大湯誰都做得啦。做得啦，可以。你吃。
煲几久的咧？哎，啊，煲2-3点钟哦。很久，我感觉衰退了呀。2-3点钟，按落嘛个盐巴的呀，嘛个调味。没嘞，那就这边是原味。真的。哎，只要加鸡肉，唔这样就 OK。哎，对。松叶酥对头到尾全部都会煲，松叶酥嘅金光细枪泡洗走过后，就变做很有地道嘅松柏皮，还个掠出用松叶酥金光变落去混嘅松筋鸡汤，完全唔是意式调味，所以水火温2到3点钟，天天嘅混出松筋老鸡肉嘅香醇精华。哇，太子。其实俺阿母卡头摆吼有种那个松的酥，啊，不过老法的食到一些松诶，第一摆食到提供俺松的做变化出俺多种料理耶。嘿，做的只要有心机做都可以，嘿，好像都可以融入哈。对，而且你刚刚讲对筋多鸭的头给都做的运用啊呢。嘿，错。对呀，还有生果含粥馒头，厉害，都有创意哦。谢谢。好，好啊，刚才你先对那个凉面来吃好不好？好。我先来试一下个吊菜色，上位做的面嘛哈，用下色好冇？好啊，还是唔敢食哦。好，我来吃吃看哦，食冻酱好。哇！除了面条冻口以外，重点会加个 sauce， sauce 啊，加用上位做的那个蒜汁、卤蛋。加个有颗粒状的果酱，含酸甜之间怎么说呢？很开胃，有没有恋爱的感觉？酸酸甜甜的，真的，刚刚恋爱的感觉。这是困在强势的部分，强势黑也给松的鸭做味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讲真点的呀，松味要是融合进去之后，应该味道已经淡掉了。对，它应该是要吃它养分，对不对？错。你看松味有嘛该营养啊？哎，底座的降三高，哎，给它钙含量还牛奶27倍，应该是书上有记载的。真的呢，而且也给按空气啊，卤一要先摸做粉的，这样卤到底度面条底度系嘛？个有创意哈，不是嘛该都做得来灵活的运用这样子。好。接下来这个厉害喽，是精华，等你3-4点钟了。好，这片米爱闻的哈。好，那先来试看下汤头的部分。小噜噜的哦，那个筋嘎薄的筋做的什么？口感没当好啦，吃还是对。从他一开始叫我吃很酸的果子，我就底供有炸。那先他们什么会是给好诶？那先来里面还有汤。也个椰糖啊，当中都会是个什么椰糖香药，用甘甜的，都有点头后会有一些转圆的味道，冬青，冬青甜嘛，刚刚无落嘛个调味料，呛糖听听，糖，伊当天然的哈，基本上是加个里边养分同意出来底部就所以叫冬青甜，它有药用啦，真嘅，我觉。烘肉店拿下洗澡来做烘肉菜嘛，对不对？你係最新鮮的。哦，家啲嘅係嘛嘅咧？你係爽嘅咋？爽嘅鴨吧？爽嘅鴨皮泡啊！我數對頭都鴨嘅，全部都做得用嘅多。錯。佢當是係當健康，個產寶寶專門是啲鴨嘅，是按健康。這個會老產寶寶可以按那種白白嫩嫩的嗎？不會，騙人。商業可以美白。真的嗎？真的可以。那我今天就吃商業就好啦。要吃下大江吃都做的呀。做的啦，可以嗎？可以。你吃。好吃啊！你发复利。真给啊！你觉得好吃？好吃啊！你跟他说好吃吗？好吃。骗人。因正上嘅自由当道嘅水，故所采树下来过后，天朝当日冷冻保存，也系水进行加工处理，为了延续上嘅字嘅滋养价值，然后美食，阿祖自动用心开发嘅内地料理，本翻作变作为上嘅字亲情发挥美丽嘅舞台哦。
还是跟你一开始就老娘欣赏2-3年，为这个好色上的注重的很多，上的书多了。嘿，如果是开始的时间吼，牙力唔知安怎打吼，都SARS时间就当然讲医学有报道讲，其中一个抗SARS嘛，就可以提高免疫力，所以牙力是讲慢慢开始开放。开放果园这件事情，对所有的农夫来说都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，因为开放落去等于就是要你知道坦然相见的，问大家来看你用的做的。我希望可以开放果园，主要是讲我喜欢交朋友。你看每一个来的客人都跟我们就是闲话家常，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。一路做好了做几年我开放采果差不多13年嘞。会不会真的有客人真也是对亚倒闭的，有看到佢开的？有啊，有看到佢开，咩就讲他7-8来的时间，他还是情侣啊，到其他离他来的时间，其实他给小朋友已经都该从幼稚园嘞，都有。咩就有的讲，佢来的时间可能还是国小哈，佢离他已经上大学了，有些已经结婚的都有，都有听起来都是很温馨的故事。老人分享嘅快乐，总系比自家说还卡过瘾。开放果园得到嘅回馈老成就，多件都系亚洲之心关度层层嘅感通。搭啲附近，像系专适用嘅上海子，唔但唱对身体康健都好，地度还卡表面嘅亚洲子对特产人嘅祝福。对上海太出嘅季节，就将春风汹涌、温柔嘅伴送出希望嘅踪影。伫大家室内度亲密嘅歌唱地度，留下嘅酸感嘅甜蜜。你接上尾讲好东西，就会老好朋友分享。按样嘅心意，那边就系快乐老成就感嘅来源。你就将专项嘅后生嘅组合，今日有创意来推广龙潭菜地嘅好茶。还有仲阿爸嘅两子呀，用料理素黑的萝卜嘅酱，含个真热情嘅阿祖子，佢分享嘅贵人嘅吊彩色嘅宝石，没有呀酸嘅嘅米好酸甜，对老人嘅嘢。我记得咯，料理就系一种情感嘅燃烧。下周好面试，我哋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讲人间，江浙调重现。春风过去唱名都，后面爱哭谷雨天。日下小马黄下线，梦中泪雨风思念。西瓜清甜。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渐渐。日秋处暑甜归年，年年人团圆。日冬收歇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